多时间多到吼，诶，好，我搁伫个吼，麦克开，所以等人较侪，我再来讲放送一下即个广告一下即个162即出戏吼。咱继续来看3月31日，163年3月31日，咱对头开始看起吼，看一支啊。3月31日讲顶埔吼，早起阮看见台湾陆地，伫下晡来到港岛头前来停船吼，停泊。长官普特曼斯阁下随落小船航入去港内，迄时知影讲被总督阁下，等下我手机也无电，插一个充电。好，迄当知影讲被总督阁下派去日本的即个人叫做William Johnson 吼，伊是伫咧旧年8月14日就去互派去对，旧年8月14日吼，就已经派去日本去处理啥物代志，就是迄个滨田美明会事件吼。那么滨田美明会事件1650年袂记啊吼，发生到1639年搁咧处理吼。因为迄个总督叫做路易斯吼，路易斯伫咧1624迄出戏内底叫做叫因诺伊奇啊，结果我见一寡高囡仔讲叫做诺伊兹，叫做诺伊奇吼，长拢谁扮拢讲诺伊兹吼，啊，伊含因后生去互掠去日本，因后生伫咧日本的即个家家内底死去吼，即国际事件啦，迄当时。好，啊，即个派去要处理即代志的迄个叫做William Johnson，伫咧即个月24日，就是因为因3月31日才转来台湾嘛吼，伫咧即个月24日，因已经坐一只对Nagasaki吼，是日本国会议员所命令准备的一只容客船吼，含下底一寡人吼，伫咧即个月28日航离此地前往巴达维亚吼，因离开台湾去巴达维亚吼。因带啥物人咧？带上色商务员、翻译官吼，Franz Carroll，甲17个水手吼，水兵啦吼。好，因带消息来讲，上述的即个快艇 Arent 号以及大船 Verede 号甲 Houston 号吼，并船顶所在货物甲人员，以及希拉岛啦吼，我记得是叫做希拉岛，就是遐有一个荷兰商馆吼，你伫咧即出戏内底嘛会看到因讲迄个希拉岛吼，就是遐有一个荷兰商馆吼。因讲因的消息是讲，即寡船、即寡大船甲即个快艇吼，含船顶所有货物甲人员以及希拉岛商馆的人员，拢去互扣留吼。因派去的人拢去互扣留吼。迄寡伫咧 Verede 号甲 Houston 号迄个船顶的人员，已经去互关入去Umbra 甲阿里马是油马吼，油马吼，即个日本 Umbra 是啥物所在我袂记啊，看者。Umbra 其实应该是欧姆拉吼，大川吼，大村吼，伫咧九州西北Nagasaki北边吼。好，即个所在了解咱毋免看吼，大家知影就是伫咧九州西北方吼。
讲因诶人去用跪伫遐吼，跪伫迄遐，即两个所在迄个加加乐队，迄歌伫咧即个船顶诶人员，抑佫有出来自由，但是迄只快艇吼，叫做 Erasmus 号，一到长崎，一到Nagasaki就去用，甲迄个桅杆甲舵吼，舵我毋知台语安怎讲吼，刀啦吼，但是舵手伫咧代工吼，我查一个啊，干利店。有三个音吼，一个是台吼，就是讲台公啦吼，歹势台公吼，台公，另外是刀佮大吼，所以我毋知要读倒一个吼，对船无熟。我查一个啊，台语大词典有即个词无？除了台公以外吼，台公的舵手吼。我顶头 pin link 有 YouTube 的迄个 link 吼，你会当直接看 YouTube。台公吼，台公舵工啦吼，舵手就是舵手吼，航海长。台公做毋煞，海水有时会啉着。这看无，伊讲极危险的代志，继续做有时会拄着灾厄。大吼，就是台语大词典收即个高即个舵字吼，读做大吼，是船的方向器，所以应该是台语就是读大啦吼。大一问大吼，换大换大换大应该就是掌舵吼，换大换大吼，气为失大吼，气为失大就是船难吼。大船、大茶、大水牛过溪。第二不过说，第四是正汉字甘蔗，顶顶是顶顶的是吼，骨头做连大汉字，这我毋捌听人安尼讲吼。大吼大吼，所以就读大吼。好，即叫做船顶的什么物件吼，大扁、大闪、大头、大条啊，这迄掠鱼的啦，应该对这较熟吼，我是无熟。好，咱学即个大字就会知吼。好，讲迄只快艇 Erasmus 吼，一到长崎就去互甲人就甲伊的桅杆甲大拢摕落来吼，莫爱互伊走就对了吼，并且拖去迄个船坞即个坞里吼。我顶回是毋是有查过？袂记啊。乌吼，或者是乌吼。山坪、山城、土墙、乡舍，这含船坞看起来咱无啥物关系。OK，乌吼，并且迄只船吼，Erasmus 去用拖去个船坞顶头吼。常设商务员就拄则讲的迄个常设商务员，是毋是共即个人？Van der Hagen 毋是，这另外一个吼。即个常设商务员是叫做 Pieter Muisse，和其他人质，并且和该船顶的人员拢被严密监禁吼，所以拢无法度和迄个常设商务员讲着话吼。日本人上愤怒、上强调的理由是讲，长官诺伊兹阁下甲前述的新港人，伫因对日本转去的时阵，
挂迄个骹扣手扣吼，所以日本人足生气吼。这伫迄出是1624迄出大戏内底嘛有讲起吼，就是诶，听过伊无要定伊啊，听过伊无要定，无要定伊，无要定迄个拢时段。无，就是迄个我即摆是袂记哦，蛤蟆达吼，滨田弥兵卫吼，滨田弥兵卫，蛤蟆达伊带一寡新港人台湾原住民去日本去见，去要见天皇啦吼，结果呢，即寡人送转来台湾的时阵，老一直甲即寡人甲掠去关就对了吼，甲因迄个骹扣手铐甲因扣起来吼，并且甲日本皇帝陛下因为因来所呈现哦，或者写甲落长，就是日本天皇有送即寡新港人礼物哦，结果呢去互即老一直甲摕去。我其实我无注意迄戏内底有讲到即段无吼，有讲迄礼物甲摕去。因为因来呈现因土地任务而赠送互因的礼物哦，这因一大堆写一大堆，就是简单讲就是老一直甲新港人哦，就是日本天皇送互因的送互新港人的礼物甲摕走吼，所以日本人足生气吼，就是生气伫即点吼，并且因为伊对灭厝平庄的两只用吉存以及伊的队长，就是即个蛤蟆达吼，的为难来驱诉，所以会为难驱诉，就是老一直佫对滨田弥兵卫，反正这是因就是安尼互相结冤仇吼，结足重吼，所以拒绝互因去提水。摕走因的武器，并且用武力强迫上述滨田弥兵卫留伫个陆上达数日之久，毋准伊行回伊的用客船。因此，日本人要求讲，若阮想要释回阮的人员，就是荷兰人啦吼，若要叫日本人讲，你若要甲即寡人质要叫爱阮放吼，爱阮放即寡人员存食好物。就爱含以前共款平安，要含以前共款住伫个日本平安做生理吼，继续保持含皇帝陛下的友善关系，就爱甲热兰迪亚城堡以及附属建筑物移交互因，或者是将迄寡城堡甲建筑物拆毁离开台湾，若无因就要用武力来攻取，甲阮拍败吼。这是已经是滨田弥兵卫事件以后，所以伊即马甲即寡人绑掉诶，甲荷兰人派去荷兰人拢甲绑起来，你来一个我掠一个，来10个掠10个吼，拢掠起来吼，而且放标讲你若无恁离开台湾，啊无我就要来甲恁拍吼，日本人安尼放标。OK， 这是拄则讲诶迄个威廉杰森吼，伫个顶个月伫即个月24日转来台湾的时阵，甲即个消息带转来互因嘛吼，因知影讲即代志遮尔大条就对啦吼，伊就看会出讲即代志偌大条吼，啊日本人的理由就拄则讲诶吼，你甲阮的贵宾吼，阮天皇送互迄寡贵宾的礼物，甲因抢去吼，而且阮的船甲滨田弥兵卫，阁互恁安尼对待吼，你甲阮规伫遐几啊工，无爱互阮转来吼，啊所以这算这冤仇做一个算就对啦吼。伊写甲落长就是写即项代志，这是荷兰人观点的即个滨田弥兵卫事件就是安尼吼。我煞袂记是叨一年，我查者吼，1628的款，还是26？有人会记？ 1628嘛吼，1628就是荷兰人来台湾4年后吼，就发生即个蛤蟆达即个事件吼。啊，即嘛已经1630年吼，处理2档，佮即嘛佮还未处理好。实际上几年我嘛袂记啊吼，即个诺伊兹其实后来就是安尼就
伊嘛是，就是一生就乌有去啊，因为后荷兰人对伊话足无谅解吼，即母一出遮大出来，伊着28年嘛吼。好，这有兴趣的再家己去看迄个Wikipedia 吼，写啊即详细。我其实我已经无啥记啊，内底详细物件我袂记了了吼。好，咱继续转来历史遮继续看吼。上述威廉简森吼对葡萄牙人伫日本的代表，遐听到讲，迄只伫1628年去互长官路易斯阁下派去巡议吼，即个议字我查一下吼。巡阅吼，巡阅，阅是挂伫个壁刻吼，或者是箭白线写箭，照你叶的差，拢叫做阅。这巡阅即个词是安怎来啊？看无？迄只伫个1628年去互长官路易斯阁下派去巡阅，被大家摇讲已经遭遇风台点去的洋客船Vlissingen 号，伫个一个称作埃蒙的岛屿吼，伫遐搁浅吼。埃蒙是啥物岛呢？我看一下注脚。12是Island 埃蒙，海门岛吼，海门岛埃蒙，伫个漳州府海淀县吼。讲迄只船呢，伫个遮搁浅，伫海门岛遮，伫遐有23个人去互啥俘虏，然后去我即个我嘛爱查一下吼。我先查一下俘，要来读俘吼，俘歹势是俘第一声吼，俘。交战掠着的人就是俘吼，所掠着的人的人物，人甲物吼，拢叫做俘。过来是一个女的。鲁读做鲁吼，俘虏啊，但是虏就是辛勤活掠吼，生勤活掠啦吼。俘虏伊的后壁过数是，甘字顶有一个过数叫做贿赂，俘虏贿赂。我用大字大字典小找一下。找一下过数叫做俘虏，叫做俘虏这个词。就是青勤吼，拄则讲青勤活掠，所以青勤就是俘虏吼，因为人搁活嘛，活掠啦吼，青勤活掠吼，所以俘虏吼，俘虏吼，或者是大字大字写俘虏。当然，俘虏就是即种文言的写法，其实书面文啦吼，一般是写的时阵才安尼写。
伫口语，伫台语口语就是叫做活掠，叫做青琴吼，青琴活掠吼。我另外查一下便利店遮写一个花露，敢有人安尼讲？其实迄个花是啥物意思？花露 ，L-O-U 第二声。无即个词。咱转来伫即遮啦吼，讲迄只船吼，本来大家以为是讲已经出代志啊，迄只用客船吼是哪一次长官派出去巡阅的吼，结果伊无出，伊是敢若伫咧某一个海事外口，海事遐靠浅吼，靠伫遐，而且有23个人去互掠去，去互生擒。也听到消息讲，即就是拄则咧威廉先生带足侪消息转来吼，其中另外一个消息讲伫咧马考就是澳门吼，澳门吼，马考诶监牢内底还有关38个对迄只去互烧去诶快艇，个 Overcurrent 号，好难袂晓念，我袂念吼，就是还佫有一只快艇内底有38个人吼，去互生擒的人。另外是啥物？大船 Verde 号伫咧1628年经过暹罗，要去日本的途中，伫咧 Formosa 的北边拄着风台勉强才脱险，但是伫咧危险当中看到另外一只大船无法度停留伫咧沙洲或者是岛的上方是北边吗？因此显然已经遭难咯。迄只大船猜想就是快艇 Warden 号，伫1628年被长官路易斯阁下对漳州号派去日本，载荷总价值是107300外毫吨。到1630年3月5号，还未伫咧日本出现。果真如此，对公司来讲是一大损失，原形保有吼。我对来讲，这路易斯吼，到尾等于是去，互咱甲，而且敢若互咱佫有甲掠转去关的款，路易斯代志无甲遮大条的吼，所以互咱东印度公司足无欢喜吼，对这个人足无欢喜。我看觅可能爱找这个路易斯这个故事吼，迄个维基百科的记载看安怎写吼。路易斯。无看到吼。歹势，我无解释啦吼。好，3月31日就是记即摆代志吼，主要拢是含迄个路易斯即个宾年密宾会事件有关系吼。咱继续来看4月头5天，伊写做一篇吼，敢若写一纸巫师天气晴朗。4月吼，头5天无代志，天气好安尼。好，咱继续看4月6日，高级大工吼，高级即个大工啦吼，大工啦，歹势大工吼，高级大工 Jean Jerry Brent Black 吼，名落长。注脚写讲是荷兰人，伫咧台湾担任高级大工几啊年，多年。台湾地图的重要绘制者吼，就是
参与即个为台湾地图的吼。即个人呢，伊带领2只撞客船出发，要去确实调查对台湾北平一直到16至20海里的所在，即个福尔摩沙岛的海岸，就是对台南嘛吼，台南遐一直北吼，即只台湾毋是福尔摩沙海一个岛吼，是讲迄个台南迄到位啊吼，对台南迄到位啊北16到20海里的所在的海岸吼，因去遐要去调查遐，以及片湖上北边一直到上南边的几粒岛吼，并且探测即寡地方的水深，要甲即寡地方的浅滩、沙洲、明礁、暗礁吼、海湾、河流等等，拢要甲测绘做地图，互人知影伊的形势，以后会当搁较安全无危险来航行吼。即工就是主要是写讲因要为地图的这个测量的工作吼。4月7日，是礼拜日吼。下设商务员阿伯拉罕Diker 吼 ，Abraham Diker， 我看着注卡，即个人是啥物人？伊是德国人吼，德国的迄个科隆人吼。1624年，伊助理做荷兰弟仔号出航，荷兰弟仔吼，荷兰好啦吼。1630年，伫咧台湾担任下设商务员吼，德国人哦，但是伊是德国人吼。去中国延欢甲江滨交涉商务。1634甲1637年对台湾去江南，这江南是啥物所在吼？1638年伫东京是越南的东京吼做家吼。啥物代志无讲吼，伊就是叫归伫咧越南，因为 Karel Hartzinck 的努力，1640年3月互人放出来吼，但是就真紧就过身了吼。这是一个德国来的这个商务员吼。伊讲即个人呢，对漳州河坐一只用客船来到台湾啦吼，来到此地即嘛拢是讲台湾啦吼。伊是伫顶个月25日对日本带批出发，要去漳州河会晤长官普特曼斯阁下的。迄当阵普特曼斯伫咧漳州河，伫咧厦门岛遐嘛吼。海盗江滨游员是率领伊的军队留伫咧漳州河的头前以及附近，毋知影伊有何用意，真有可能会阁去做海贼去抢劫。究竟如何吼？以后自动分晓。这电话讲过一遍啊，因为讲迄个江滨毋知走去倒位吼，可能阁去共抢物件，但是无确定吼。4月7日阁讲一遍吼。好，过来，咱一工4月9日8、9、2工写做一篇吼。无重要的事，今仔日下设商务员。我食药时间到，要记食，稍等吼。4月8
8号、9号这2天无重要的事。今仔日下设商务员戴克吼，顶一篇讲迄个讲一个德国人吼，带领2只用客船前往漳州号要去探听迄边确实的情形，并且要接客要尽因所会当做会到去做运费、石头甲茶。4月11日，一句话尔，好天气。继续看。4月12日，炮手 Linda Gerrit van Ameland， 落长的这个人，炮手。伊伫今年的2月14日拍死士兵 Peter Smeyer， 今仔日用刀处死吼。OK， 就是今仔日执行一个死刑就对啦。悲伤的日子。好，继续。4月14日，有几只中国人会用客船对漳州号来到厝地来到台湾遮啦吼，带来一张商务员特劳牛斯的批语讲，海盗将兵甲停泊伫个厦门岸边，或者是拖到陆上修理的用客船，毋管是属伫军门的、属伫一般的，或者是私人，拢去互抢去吼。拢去互即个将兵抢去啊！有几只互伊烧掉吼，剩的伊拢甲留落来增强伊的武力。伊阁派300-400个士兵去厦门的郊区市镇，叫做 Woolstad。看嘛，注脚写啥物所在？伊无写吼。讲伊阁派300-400个士兵去厦门即个郊区即只登陆，抢劫民居。抢劫百姓啦吼，平民，甲人厝拢甲弄倒吼，打垮民房嘛吼，而且佫有其他佫较侪厚颜无耻的暴力行为吼，真无体的行为，将兵吼，进前因佫是合兵去共算因的即个共党的就对啦。将兵即嘛讲即个人厚颜无耻的暴力行为吼，暴力行为。厚颜无耻嘛，无体啦吼，当然厚颜是厚面皮嘛吼，是厚颜无体吼，像咧孔子辈安尼读吼。伊这一切行为拢是借口讲一竿伫咧泉州准备要攻击伊吼，佫会记无？进前3方即个荷兰人将兵甲一竿吼合兵拍李逵旗，即嘛将兵讲一竿要甲攻击吼，两个人开始要去射要去箭吼。若是讲到伊咧消灭海盗李逵旗以前，对长官普特马斯阁下所俘虏的事项吼，就是所承诺、所应允的事项呢，经过上述特劳牛斯是迄个商务员吼，我袂记是上级还是下级吼，商务员就对啦。以长官阁下名义向伊提询的时阵，伊回答讲，就是即个特劳牛斯有甲问啦吼，进前你答应阮的代志安怎？伊讲爱阮耐心等到一竿抵达吼，一竿来吼，但是因为特劳牛斯的坚持，所以交互伊一只完好无损的即个用客船。我毋知迄当阵将兵敢有应允伊啥代志，因为无写，所以我无印象啦，应该是无写啦吼，我嘛毋知啥物代志吼。我恁都问将兵讲恁小等。
难以赶到。啊，特劳留斯可能坚持讲你一定爱做到安尼，所以家己才准交伊。哦，有啦有啦，因之前有讲起讲，荷兰人要伫迄个李开奇伊的所有的即个用客船内底要经3只4只上好的船要荷兰人要抵嘛，啊，可能是其中一只交伊啊吼。好，第16日4月16日4月15、16、2日写2句话啊，无事透北风。17号，这无影代志，咱就跳入去吼。哦，17号这篇较长，咱来看。长官普勒马斯阁下含陪同的人转来了吼，转来，对对转来。哦，以后表示，因伫咧本个月15日离开此地，但是15日迄天日期是6月吼，而且正前一天拢讲无啥代志吼，所以伊伫遮讲吼，本月15日离开此地去新港社大坎考建造建设房屋的适当地方，就是因去遐找所在要起厝啦吼，伫咧新港社遐吼，找所在要起厝。并且去遐侦察，会当步行，也会当骑马来往新港小龙的通道吼，小人啊，小人，就是除了去遐找所在要起厝以外，搁踮遐搁找看有啥物路吼，会当行，会当骑马吼，对新港小人、北加州湾、麻豆东各社等等吼。通道吼，以避将来需要对即寡地方动武的时阵吼，会当较以后要派兵时阵较方便嘛，会当减少，会当较少减少危险来去到迄寡所在吼，即寡反射就对啦吼。各位感觉会记即寡啥物所在？我嘛袂记吼。小人是咖喱吼。读个拢袂记吼，北加州湾敢若是线画诶款，歹势啦好，今仔日搁看一遍吼。对新港开始看起吼，新港社。新港社是台南新市吼，啊，迄个小人拄则讲是，讲啥？我袂记，再看过尔，是佫袂记。讲是咖喱吼，新市咖喱，啊，北加州湾我记得是线画。台南人即讲伊拢知影，大概我知影伫倒位吼。北加州湾社线画吼，魁美里一带吼。那毋知影看遮地图诶。我电脑足慢诶，我开伤济，伊也空佫较慢，滚起来。
电脑就慢了，歹势。现在地图啊。台湾好，咱遮吼，生活嘛有牛鱼吼。对啊吼，生活伫遮吼，麻豆咖喱吼，就是马咖喱湾虾、麻豆虾，甲即个记伫遮啊，甲即个小人虾吼，马咖喱湾虾、麻豆虾、小人虾，啊新市伫遮。甚至是新港吼，新港文书迄个新港社吼，所以新港社是上活即个台南市区的即只啦吼。即个所以新港会当想会到吼，新港就是上早去互荷兰人收去。你若伫去看迄出戏内底嘛讲迄新港迄个迄个演员叫做小咪哦，伊演新港迄个首领吼，就算含荷兰人交涉的迄个历史上早啦，上有经验的，知影讲荷兰人无因的迄个武力较强吼。好，转来是一只，讲即个场馆伫咧本国个15日去新港遐嘛吼，就是新市遐去看有啥物去处的所在，而且看讲这4个番社吼，有啥物路通好行吼，方便骑马会当到，步行会当到，骑马会当到吼，将来要派兵方便吼。张我国校来到新港社的时阵，得色吼，即个色我应该是有早过啊无我袂记，熟悉的悉吼，出现太侪遍了，小早就直接讲出白了吼。色吼，色对色。叫我国校来到新港社是得色，小人目加留湾，甲所有邻近国社的人，拢已经去麻豆社集合呢，要甲自罗山的人来相见啊，就是小人小人是啥？目加留湾社是鲜花嘛吼，甲新港社新市遮吼，以及小人是咖喱迄遐吼，因拢集合去麻豆遐集合要去见自罗山的人吼。自罗山伊主角是安怎写？自罗山就是今仔日家己市吼，其实佫一早仔路好长的吼，较早我定定驶车去对高雄驶车去嘉义，或者是去新营吼，去遐做工吼。我记得着爱对高雄驶到遐着爱驶点外钟的款的，点外钟毋知到，我无啥会记吼，反正足久的吼，啊驶到嘉义佫较远吼。啊，对台南甲高雄，加加差不多敢若半点外钟40分钟应该会到。但是你去到遐，干若驶车着爱驶遮久吼，可能要驶要1点钟。啊，所以你行路你就知影减吼。因此，长官阁下决定讲要率领伊的随从队，就是15、6个士兵以及其他人员，要继续骑马前往马加里湾旧的马加里湾社，就是马加里湾社吼，鲜花遐。该社上后作战的人，如上所述，拢已经前往麻豆，要去看迄个名叫做何以济的即个新仔人。就是马加里湾社的头家，马加里湾社人的头家是一个新仔人吼，看伊有伫厝诶无吼，
阮怀疑讲伊是造成最近麻豆人和马加利湾社人谋杀63个阮的人的一个煽动者。这是另外一个故事，咱一直无讲起。但是这就是咱这个1629年一开始读的时阵，就是讲荷兰人去拍麻豆人甲马加利湾人，就是为着这个温暖。当时要去踮暗星要去掠获一个最近盗去秘伫因遐的班达人。班达人吼，我伫咧第2遍读的时阵都读到啊，我有大约解说，但是你若无去听录音的人，可能毋知班达人是咧讲啥。班达人就是香料群岛吼，叫做班达岛吼，班达群岛吼，班达香料群岛吼。荷兰人较早是伫遐，原来是荷兰人因的殖民地吼，伫遐种迄个香料吼，迄个什么香料我袂记吼。迄个香料伊若载转去欧洲去卖吼，利润拢是几十倍吼。伊遮开1块银，载转去欧洲卖拢卖几啊10块吼，几十倍，迄是暴利吼。所以迄当阵，即个香料这物件为什么遮重要？因为较古早无冰箱嘛吼，所以你迄肉你要保留较久，你就要用即个香料去甲生就对啦。保持迄味好袂歹去安尼。所以这物件足重要。伫迄当阵伫欧洲是足重要。即个物件伫欧洲佫无啥出产上大的，但是就是伫即个位吼，所以才叫做香料群岛。因为荷兰人对即寡在地即个咧种即个香料的人吼，即个原住民吼，对因伤过酷刑啦吼，对因足残忍的，对因就是做工做甲奴隶嘛，当做奴隶你对待，无甲人当做人，当做精神利用就对。所以班达人就起来反抗，结果伊一反抗，荷兰人就杀就对了，杀嘛，伊无欠人嘛。我另外包围佫有奴隶，遮侪奴隶通去用，所以甲班达人差不多灭族就对啦吼。杀无死的，就是甲因再去包围做奴隶吼。比如讲，即阵你看，就是班达人来伫台湾遮咧做奴隶。无定咱伫台南的乡亲吼，因的这个祖先就班达人血统，嘛有可能的吼。这就是班达人吼，即只讲即个奴隶班达人啥物，讲是就是这吼。较早我有写一篇啦吼，伫个 blog 内底有写一篇介绍即个故事，写甲诚精彩吼。但是迄个叫做乐多 blog 已经无去啊，我也无留了，规个都拢无去啊。无我就介绍恁去看吼，我就免踮遐佫讲一遍吼。好，这就是迄个香料群啊，无你就是家己去看伊基笔课啦，伊基笔课拢讲啊落长，而且吼，你看迄资料有时你看啊会爱困吼。我是若敢若你写故事、写小说安尼伫写法吼，你会当足容易理解发生啥物代志吼。好，但是当阮来到上述迄个中国人伫马加利湾社的厝的头前的时阵，阮加意讲要伫因兜食饭，去找伊的时阵，有人甲阮应讲，伊嘛已经去麻豆遐集合咯吼。中华国下听了无表现出讲，阮伫咧追查伊，就骑马离开遐，就是因听人安尼讲，因就离开啊吼，因无爱互人知影讲，伊其实本来是要来掠即个人吼。问到迄个班达人，就是问即个关系到即个班达人的消息的时阵，因应讲，伊伫因最近新建的庄仔内底，距离旧社差不多2/3迄个英里的所在呢。因此，长官阁下就前往上述迄个新起的即个庄头，到遐就命令因讲，伫咧临倒以前，一定爱甲迄个班达人交出来，若无就要甲因的庄头要甲烧掉，为着要掠一个奴隶了嘛。
放标的共咱规个砖头烧掉吼。咱敢以早因烧，各会记吼，咱进前读1629年诶时阵，因去拍即个魔头社，先是甲因诶规个社拢烧掉吼。魔头社甲我毋知是烧魔头社还是目加利湾社啦吼，甲人规个拢烧，规个社是共烧掉吼，烧变成废墟吼。因为因厝呢感觉真惊吓吼，就随派几个人要去甲迄个班达人要甲带倒来。根据因讲，迄个班达人已经出去掠鱼吼，所以因甲伊掠鱼的迄个工区捡倒来，但是迄个人已经逃走吼。啊，毋过因即个砖头啦吼，即个砖头的人因答应讲会伫咧2-3工内甲伊交转来互长官阁下，无愿意接受严厉的处罚吼。迄当阵长官阁下嘛发现讲伫咧季风期间吼，就是透北风的期间，会当步行嘛会当骑马迄条适当的道路，就是伊原来因找着路啊吼，沿着即条路就毋免落马，也会当来到目加利湾甲麻豆，这是以早所毋知影的路吼。发现即条路以后，就搁转来厝地吼，就应该是搁转来台湾遮吼。好，4月17日9:22分，哎哟，今仔日若时间过遮紧，过来4月19日，目加利湾人甲迄个逃走的班达人带转来交互阮，伊显然因为惊处罚已经家己伤甲真严重。无理解为什么伊家己伤甲真严重，就免处罚。好，所以即个班达人搁叫掠去吼，所以我想可能台南乡亲可能无班达人血统吼。27号咱10外工吼，19号咱10外工到4月27日，下设商务员戴卡吼，迄个戴卡迄个德国人对漳州河带领2只用客船转来到厝地，就是台湾遮，再转来一寡商品、石头甲茶，并且甲带消息转来讲，海贼将兵率领伊的军队去驻在围头湾，因此商人又搁开始陆续带因的货物来交易。迄边嘛传说讲，上述将兵已经对军门得到符克，允准伊驻留伫厦门，并且伫遐定居，嘛允准伊会当拥有1000个士兵。1000个士兵呢？1000个是偌济？我一连无甲差不多100个，几营的士兵吼。毋知哦，几啊营，一师也有吼。李一官即将去定居伫咧新口是啥物所在？会对写不详，毋知啥物所在吼。一官就是将兵即嘛占伫厦门嘛，会当有1000个兵嘛吼，会当有1000个兵。啊，所以一官呢要去刷去另外一个所在叫做新矿吼，新矿毋知啥物所在吼。确实如何？太休分晓吼，抑阁无确定吼。这是敢若消息传来安尼讲尔吼。好，5月热天伫要到吼。下设商务员戴卡率领3只用客船出发，要搁去漳州河吼。伊转来遮几工仔尔吼。
再去特劳牛斯为着要交易所要求的一寡护照，并且要去运回建造列兰迪亚城堡所需要的石头。你若看迄出1624即出戏内底，你有可能有印象吼，唐美云特别讲列兰迪亚城吼，列兰迪亚吼，伊直接讲列兰迪亚，佮调讲佮强调迄个迪亚吼。我是拢读列兰加啦吼，因为汉字就安尼写吼。啊，伊是迄个原文荷兰原文应该是 DIA 吼 ，DIA 其实嘛是读，我咧摇应该嘛是读录音啦 DIA 吼 DIA 列兰加城吼，所需要石头，并且立刻载转去已经购买的商品，即刻载回已经购买的商品吼。好，这是商务员伊要做代志吼，要载一寡护照转去，啊，要去遐载一寡石头，并且要甲因伫遐买的所一寡商品要甲载转来吼。即道出航的主要目的。5月4日，过3天，5月4日，快艇东 Birch 号开动2只将客船出发前往平湖要去运石头吼。因一直要有建设吼，需要石头。5月7日，大港 Block 坐用客船新港号转来到台湾，伊已经尽可能调查，这就拄则讲迄个为即个台湾地图迄个大港吼，伊已经尽可能来调查，并且发现了对台湾以北差不多14海里的福尔摩沙岛的海岸以及平湖国岛的情形。1海里是偌远啊？我查一下吼，因为我要看伊到底是去倒位，14海里是伫倒位？海里，1海里是1.8公里，无到2公里啦吼。所以14海里就是18，差不多25公里的所在。台南远北25公里，无介远啦吼。5月11日，搁剩2分钟咱看，当搁读继续读。5月8日9日11日4天，写做一篇无重要的书，逐工拢是好天气，也伫咧加紧工作，用石头加就是我记是叫做我查一下干字典吼。其实我今日才查过，我结果好袂记啊。册或者是记吼，记起来，记查塔记银钱吼，记枪。KIH 吼，读做记，用石头加记伫列兰迪亚城堡的土墙顶，就是伫咧列兰迪亚城土墙顶，佮用石头佮贴起吼。好，9月30吼，咱今仔日就读到遮啦吼。我看9月12日，也是即纸尔。咱读到遮啦吼，9月11日，歹势5月11日吼。爸比敢有啥物要补充的，还是有啥物问题？拢无吼。感谢你帮我做遮侪笔记。好，今仔日无啥物趣味的故事啦，逐工拢是一寡无要无紧的代志吼。
当然咱有看到一个执行一个死刑，然后因搁掠转来一个班达人吼，我有甲各位介绍这个班达人的故事。恁会当去看香料大屠杀吼，香料群岛大屠杀吼，大屠杀会当去查这方面的故事来看。讲也是真悲哀的故事吼，伫咧即个大航啊时代吼，你做一个市民队，其实上当做精生你处理的吼，无甲你当做人诶。荷兰人吼，你毋通想讲即摆荷兰人遮文明啊，我有当为虾米会写迄篇文章，就是讲我迄当阵看即个维基百科吼，讲即个故事，我想迄当阵拄足侪人你讲若其实讲若无来吼，咱即摆荷兰人对啊，咱就但是代志毋是各位所想的遮尔简单吼，你看班达人因的命运，你就知影讲，伫咧迄当阵你做荷兰的即个市民队吼，你若无乖乖听话，迄个下场是诚凄惨吼。当然伫咧新港遮是无发生这，其实嘛，你看伊规砖头甲咧烧掉，你就知影迄比偌悲惨吼。伫迄当阵伫台湾，伫咧即个福尔摩沙遮上悲惨的吼，毋是新港社，毋是马加利湾社，是伫咧即卖迄个小琉球吼，即卖咱叫小琉球小琉球。小琉球是真正是用灭族吼，小琉球的迄个原住民真正是叫荷兰人去规灭族去吼，大部死的掠转去巴达维亚做奴隶，所以嘛是永远都无机会佫转来吼，这是上悲惨的一个。你若有机会家己去看吼，伊基本可拢有写啦，我嘛是对遮学来吼。好，安尼咱今仔到遮，下底若有要问的做你举手，若无我来开放吼。咱明仔载应该当佫继续读吼，希望会当读到一寡趣味的即个历史故事伫内底吼。好，安尼我来开放啦吼。好，多谢阿关，多谢大家。多谢大家。明仔载共款9点半。嘿，对啦，我拄则你讲要广告即出戏吼，1624年吼，是最近台南市政府敢若是其实是台湾文化部、中华民国文化部所做一出大戏，叫1624吼，就是1624吼，音乐剧歌啊音乐剧啦吼，是足大的戏吼，我看哇因迄个 cast 足强的吼，什么董美芬啊吼，林芳的所有拢来啊吼，你想会到拢就台去演啊吼。因讲的故事1624就是1624年前后发生，毋是前后，1624年以后发生的一寡代志。咱进前咱咧读的一寡故事，伊拢有演着。你若有兴趣去甲即出戏找出来看，伊即马伫 YouTube 你的录影会当看会到，规出戏2点外钟吼。伊是进前即个台南，敢若是元宵节灯会的时阵，特别伫咧台南遐公演3工吼，逐工拢演共款的迄个戏啦吼。演3工，伊有录影起来，你当去看。我有看其中第2工演的吼。当然你若知影迄个故事背景，你看是足轻巧的吼。你知影迄故事是安怎会安怎发展吼，知影故事是背景是啥，伊讲啥你拢大概看会出来。有人可能较无理解，有时看袂一半啥。当然迄个不管是音乐啦吼，舞台吼，服装啥各方面拢迄绝对开一笔钱足大笔吼，所以各位吼，迄是恁开的钱吼，恁会当去看甲趁转来吼。好，各位有机会去看一下，去 YouTube 看会到吼，1624音乐剧，你安尼去找，应绝对找得到。安尼到遮，欢迎你明仔载继续来读，你若无你就去迄个 follow 我伫咧 YouTube， 我顶下 YouTube link 会当看到吼。好，再会各位，就开放。多谢，再会。